过2天就要跨年啊，也第一摆为着加强安全，避免讲人伤济，人客人来吊伤出意外。市府表示，跨年暗会会出动无人机来监控，警察会派1000多人来维安，也暗会入口会有金属探测器来检查，看敢有危险的物件。台北捷运公司就呼吁民众暗会结束要离开，会当改坐捷运绿线，才袂讲人拢只伫咧蓝线甲红线。 台北市府头前跨年暗会舞台已经搭起来，警客嘛当地巡看，敢有危险物品，边仔也有照明车和指挥车，互警方指挥官通坐伫顶悬掌握现场的状况。警方表示，跨年迄天会出动无人机和1000多个警察甲民防来强化维安。 关团局嘛表示，暗会2个入口嘛会检查敢有人载危险物品，嘛会强化疏散指挥。利用金属探测器针对可疑的人事物进行探测跟收检。那另外也会在现场有非常多大型的看板跟牌子，让大家知道疏散的明确的方向。我们可以透过无人机的空照，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事先会拉设市府这个活动周边的录影监视器，可以立即指派就近的分区指挥官、小区指挥官派员到现场。 台北捷运公司嘛呼吁民众在跨年了后，通加运用捷运南京山民站和小巨蛋站免费入站来减轻蓝线和红线的疏运压力。8月交通部嘛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有立委分别要求爱加强随机攻击的防灾演练和增加车站的警报铃。交通部表示，针对明年1月底台北车站的联合防灾演练，会加入去讨论。对于这种恐怖攻击的状况，好像还没有模拟演练过哈。 是报告委员，其实有模拟演练过。对于人为的攻击的部分，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加强的。把它联合起来，知道24小时这里有紧急事故，马上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部长，要不要研议一下？例如说，北车这么大的一个量体的状况底下，它的密度上到底够不够？这个我们来检讨。交通部表示，会改善紧急事件通报的流程，嘛针对元旦甲春节连假提出6大精进措施，包括强化评估科技监控和警示，也能像台北车站这款重点交通站，因应假日的人潮，也会加强门禁管制和加派警察，也有保全力量等等。记者卢尚珠、王兴忠台北报道。